佘诗曼有2亿身家，还立下遗嘱，本人亲自下场回应了。据港媒报道，知名女星佘诗曼是小富婆，拥有2亿港币身家，早已悄悄立下遗嘱。她在采访中大方回应，称自己的钱当然会留给家人，现在不比以前，很多人都会提前立下遗嘱，这是对自己负责、对家人负责的行为，并未感到不吉利。至于网传2亿身家的数字，佘诗曼笑着表示，身家数字是秘密。事实上，佘诗曼此前就大方谈论过遗嘱一事，早早为家人做好打算。据悉，佘诗曼曾花3000万港币购置房产，而且是娱乐圈1线女星，网友猜测网传2亿身家应該只多不少。不過佘詩曼至今未婚無兒無女，財產大概率會留給母親與兄弟。立咗啦，早係啊，早陣子啦。咁我揾錢咁辛苦，咁如果我有啲咩事嘅時候，唔好浪費咗我畢生嘅積蓄噶嘛，係啊，唔好亂咁用噶嘛。咁我梗係希望係以我分配嘅方向去